解讀在世人生遊戲密碼，作者海斯迪基。一、如何向宇宙天道下願望訂單？只要你當天向上天祈禱，說出身處行星、地方、國家、地區和自己本身居住地址，你哋本身的姓名、身份號碼、出生年月日，你的性別是男孩或是女孩，向上天祈禱的願望是什麼？只要誠心禱告，將願望用禱告的形式發送宇宙天道系統。天道系統一經接受到你們許下的訂單，或天道係一望你們業力評級，或評級你們一生的福蔭，或評級你們的功德，有機會成為你想成為的彩票幸運兒。若犯下人生重大罪行，天道系統是會按輪迴懲罰機制處罰。若向宇宙天道系統許願後，只要放鬆心情，覺得這些願望是理所當然能得到，因為人世間每個人在世來人間遊歷，都可以享有自由的享受人生的權利。信者有不信者無，誠心禱告，不要質疑，千祈不要辱罵天道系統或天道不給你願望成真，可能是你們的福蔭或社會功德不夠。最好福蔭可以每天捐1元幾毫，支付寶或微信有得捐錢為自己增加福蔭。功德是你們需要在人世間做社區義工，增加功德。功德願望會靈驗。偷人運者、偷人功德者會給天道系統嚴重懲罰。